巨枭也就算了，堂堂正道魁首，竟也如此草菅人命。在这些元婴老怪的眼中，结丹修士的生死，终究还是不值一提。哼，连元婴期一己之力都扛不住，也想来内殿浑水摸鱼，想必也只能说自己不惜命罢了。但是，此处貌似还有个外人，蛮兄为何不出手灭了他？此人和我有些渊源，是对我有恩的一位前辈后人。你二人谁也不准打他的主意。既然是和蛮兄有关的后人，我与青兄当然是给这个面子。不过，老夫没想到，蛮兄竟然也是一个惦记前人恩惠的人。老夫观刚才逃走之人，用的好像是青火雷。我看你这老鬼倒是有点眼力。不错，此雷炼制极难，持有者非三阳老魔最为亲近的晚辈莫属。若不是碍他个面子，那人岂能投？